面前前面来公再会哦。欢乐的时光总是容易过，离开不是离开，离开是下一次的再相会。所以今天，唔通离开咱的道理，唔通离开咱目前里，唔通离开咱的文书，更加袂当离开着咱的道德良心。一天，咱来变成做书的所在再相会，咱烧酒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你看你电脑无你个所在再相会好无？好，期待再相会啦。欢迎热烈掌声来感谢我们的家人，谢谢。因为咱时间过了。